避開嘅地雷。而家我哋就冇乜下點樣講出一個滿分嘅開場白，呢份腳本你可以直接抄低。首先係簡單嘅問候，你好，多謝你今日參與面試，我係某某，好開心可以同你傾偈，語氣一定要輕鬆。跟住主動介紹屋企，我想先簡單介紹下屋企。我有2個小朋友住喺某某區，主要想揾人幫手照顧佢哋。主動交代情況可以展示你嘅誠意，令外傭覺得你係一個透明、好溝通嘅僱主。大家嘅互信就係咁樣建立。最關鍵嘅一步係將發球權交俾對方。我想先了解你有冇任何關於我屋企或者工作嘅問題想問我先。咁樣做唔單止顯出你嘅尊重，仲可以透過佢問嘅問題，觀察到佢對呢份工嘅積極程度同關心佢哋。GA 專業家傭會為每一位僱主提供專業嘅面試指引。如果你想揾到理想人選，歡迎 WhatsApp 55330249揾我哋。有咗呢份腳本，你喺面試已經成功咗一大半。下一段我哋會講3個增加信任嘅身體語言。我哋下段見。